나를 얘네 최근에 치워지는 생각을 제대로 되고 기상 최근에 우리는 치워만 되면 세대 변화를 분석해야 회가 제각이 보험 제각이 지표를 제각이 방자 제각이 도구 제각이 중부 제각이 매지과 제각이 자대 제각이 거두 제각이人民币 제각이 세상 제각이 경험 제각이 네, 동주 친구 그게 보고 장모 듣다 깨게 봐라. 고용 이제 저런 거 이제 봐라. 우롱 양대 중국 거다. 전통화 짠 흠지的. 土豆的这个菜的东西的话，看见的吃的这个很好吃的。 首先，请念诵这个供茶祈请文。如果想打心里去修持佛法，首先就要心中要升起死亡无常的概念。但是现在所谓的这些修行者，自称是修行者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思维死亡，总是去承办今生的所有世间法。 为了得到世间法的成就，才去修持这个法，然后去住在山洞中，然后去闭关，然后在山洞中，然后用泥封住这个山洞的门。这个就叫做泥封闭关。 或者是只吃这个化缘的这个食物，不去积累这些食物，然后去一些偏僻的地方，住在一个仅能容得下一个人的一个帐篷一样，就只说坐在一个地方，而不去其他地方。 要口称自己断除世间，口称自己住在山间而不下山，而说自己一生都闭关，并非是3年的闭关，而且是一辈子都闭关的。 还说自称自己是比丘，有很多这样的修行者。有的人有一些气风的这些修持的话，他们就如果能抽。 然后，他们就佩戴这个护身符，然后可以挡住刀枪，就把他们视为是大成就者。比方说，一个水的管子，从这个水管的口，如果进不了水，它的管子的最底处也不可能进入水。如果一根一支箭，它如果没有这个箭端没有羽毛的话，它不可能射得很远。如果没有死亡无常的思维，对来世的修持就不会有任何的利益。所谓的思维死亡无常是最初激励修法的一个
修法的一个鞭策，就像我们骑马的时候会用鞭子，为了让这个马可以奔跑而抽打的这个鞭子，死亡无常就是修法的这个鞭策，这样他才会会精进的去修持，所以死亡无常是这个修法的鞭子。如果不厌离此身的话，就没有任何利益。就算你是可以把佛法就这样背诵，就可以是口若悬河的讲给大家听，或者是身披这个三袈裟三法衣，或者是在大象的背上拖上很多这个法衣，你再有再多的法衣，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就算是你修持身体次第和圆满次第，就算直到自己老死，但是如果没有死亡无常的思维，你就像是从来没有修过法的一样，你的自相思语之中就根本就没有佛法，它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它只是一个修法的表象，实际上它就根本没有去入这个佛门，也没有去入这个佛法，所以看他是不是修法者、修行者，就要看他是否厌离了此身。比方说，我们说大乘、小乘发心别，也就是说大乘和小乘以发心而去区别。还有就是看他是不是佛教徒，要看有没有皈依，然后要看他是不是修法者，的区分点是哪一个呢？也就是看他是否厌离了此身。如果没有厌离此身的人，没有厌离世间的人，就算他再怎么修法，他也不可能获得出世间的果位，也不可能获得解脱。比方说，就算是你要承办世间的这个成就，世间的物质，这样的话，你还不如用世间法去承办世间，而并非要用出世间的法去承办这个世间法。现今也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比方说。有些人说，要讲法，像外国人的话，有的平常他们忙忙碌碌的，他们有非常大的工作压力，因为这些很大的工作压力，再加上非常的繁忙，非常的困扰，然后他们的心根本就静不下来，然后心情就非常的不好，因此呢，他们就想要去修法，但并非说修法，并非说要去修佛法，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的心得到平和，让自己可以心稍微得到一些安静，然后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欲望和想法，所以说呢，有的人就觉得佛教对他们的心态，压制他们的这个压力，让他们的心情可以平和，佛教非常的有利，所以他们就去修持这个佛法。但是其中又有一些人这样去想，所谓的修法，他只是为了暂时让自己心情快乐，暂时让自己心态平和的一个方法，暂时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的一个方法，只是为了让心情平和，并没有所谓的这个解脱或者获得佛果的这种希望。所以我平时都会跟这些国外的这些信众讲，像佛法现在好像就变成了按摩一样的，就像如果
就像是一个医治心灵的一个按摩法，就像你在按摩的时候，然后擦上油，然后使劲的按，然后按这个身体的各个穴道，有时候我们就会很舒服的睡着觉。所以佛法好像也成为这样一种医疗养生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们不会去想这些解脱或者获得佛果的这些总而言之，所谓的佛法并非是这种可以很安逸的、很舒适的就坐在那里，并非是这样。所谓的佛法，也就是也必须要有这个修法，也要遣除一些违缘和障碍。当你在遇到障碍和违缘的时候，你可以接受他们，让这个来改变自己的心，来转变自己的心念，让自己的心念转化为修持这个善法的这个一个顺缘，就像军人在训练一样。所以说呢，佛法也是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努力的，并非是安逸舒服的住在那里。但是如果对那些只是想着此生的人的话，那也应该只能说可以了。但是真正的佛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讲三世夫的这个次第的道路之中，至少也要畏惧三恶趣的痛苦。所谓的这个佛法，它是高瞻远瞩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可以帮助暂时的利益，也可以有究竟的一些利益。所以我们也要希求究竟的这个利益。所以希求究竟的利益，你就不要迷惑在此生的这个暂时的这个快乐安乐之上，一定要深谋远虑的去去修持，为了未来的这个自己的目标，现在就开始应该做准备，而并非为了此生的这个富贵而困扰在这其中。现在虽然我们讲着这个因果，所谓的这个恶趣的痛苦，我们这样看过去的时候，我们以一个人的角度去看这个狗，我们可去看这个的狗，然后但是如果我们不会投身这样狗的话，那就应该可以。但是所谓的因果不虚，有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如果不好好的去取舍善恶，自己也可能会投身为这样一个狗身。所以呢，我们必须相信因果不虚。这个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并非只在别人，而是要指着自己。所谓的三恶趣，想到三恶趣的痛苦，就必须相信因果。相信这有一朝一日，如果自己不好好去修，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인상 취업한 뒤에 당고 계시지라 양로선 이 개발자 주의 시 계시되라 세부라 천리 예배 대박 미들나 대라 보면 미세와 일진이제 법을 지나 법을 이끌고 당연 인생이 좋아다谁在推给我们民众去？现在讲的是这种虚实。现今很多这些修法者，所谓的修法者，他们最初去一个格西，所谓的格西，我们大家都会以为是三大寺的这种格西学位，并非是这样。所谓的格西，也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研讨。听说有一次在研讨会上，说格西究竟是什么？有的反正不讲这些了。所谓的格西就是噶当派的这些善知识，格西也就是善知识的这个名称。因此呢，有一段时间，我们这边有一个说法，就是尼众能不能获得这个格西学位？然后我就有这样一个建议，就是说，所谓的格西，并非是说拿到某个学位，只要自己具足这个善知识的功德，然后他就自然就成了这个善知识，自然就成了格西。但是后来这个获得格西学位，只是藏地后来的开创的一个传统和风格。然后在一个善知识面前，求受这个皈依的学处，然后之后在这个善知识面前敬前，如果跟这个善知识有在衣食住行之上有什么不合的时候，然后你就又会去想，这个就不能成为自己的上师，然后他就不说这是自己的上师，因为他畏惧上师和弟子的誓言破坏了自己会堕入恶趣，然后就问他，你不是之前在他那里求过皈依吗？那不是上师吗？但是他就会说，我只在他这里求过皈依，其他什么都没求过，只是一个皈依而已。这个皈依它是一切诸法的这个基础。你只说这个，我只求过这个皈依，就把皈依视为是非常低下的这个法。有的人就这样讲，在一个高僧大德。有的高僧大德，如果去一个一般的僧人这里去求法的话，有人就会觉得是非常低下的这个行为，就是很丢脸的一个行为。有的人就说，然后我在你面前这里，我在你的近前求法，然后请你，我虽然在你这里求法，希望你发誓，你不要跟别人讲我在你这里求过法，所以我就要在你这法。像这种人的话，在这种五族恶世这样的师徒关系，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一个平常都时时刻刻都修持佛法的人，对他来讲，除了没有一个比善知识更为重要的了。比方说，在此生的这个像一个男士的话，他就会娶妻，然后对他来讲，他的妻子。就要去看他的是否门当户对，是否出身，还有其他什么都要去观察。比方说，就算买一匹马，你要看它的牙齿，要看前，要看后，看它的毛皮。然后
此生一直到自己获证佛陀，为了去找一个这样可以指引自己解脱和获证佛果的一个善知识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自己获证菩提为止，是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救护。等到自己获证，要找这样一个上师，可以准确无误地引导自己的一位上师。这样一个上师，首先要去观察他是不是一个正士，然后你才可以去医治。如果你最初就不去观察这个上师，就把他视为上师就去求法，但后来就有很多上师和师徒之间产生戒律的问题，也就是弟子不去观察上师的原因。就像人云亦云的就跑着跟着去医治他，就把它视为是自己的皈依处，不懂得真实的意义，就这样就跑去医治它。不管是怎样的上师，就你都不应该去迷信，以一种迷信的方式去医治它。观察上师的是有理由的，比方说对生于意的这个功德，去观察他的生于意的功德的时候，自己就会升起坚定的信念。只要你升起坚定的信念之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违缘和障碍，你都不会退转自己的信心，你都不会对他升起邪见。所以说呢，像这样一个，只要观察，经过自己观察，观察没有升起这个坚定的信念，只是以镜像的这个观想去抑制它的话，如果他真正的是一个具德的上师，就不需要观察他是一个具德，他本来就是一个具德的上师。一个具德的上师，一个具德的上师，他对这个三界的修持是非常的精通，因为他最喜爱的事情就是去修法。如果是一个不具的上师，只要他去修法，但上师不去，弟子不去修法，弟子去修法，他就不会欢喜。就为了让这种上师欢喜的话，就必须做世间法。这样的话就是不具德的上师，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抑制。真正具德的上师，只要你去修持三界的学处的话，你这种上师具德的上师才会欢喜，而并非世间的法，修持世间的法他会欢喜。现今有很多的人在序部之中的这个上师修持法，而不去修这种，就会自己开创一些咒语。比方说，一个上师，他的名字叫扎西，就说嗡班扎西阿吽。如果他叫彭措的话，就口念嗡彭措，嗡班扎彭措阿吽，就自己开创一些咒语。比方说，虽然会有这个上师名号的这种咒语，但是很多国外的这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国外的这种是也不能敢说是，也不敢说是不是。像这种他们就会把上师的名字放在这个咒语之中，就会念诵。
所谓的具德上师，一定要是自己懂得这个解脱之道，可以方便善巧的，也可以指引到他人，步入这个解脱之道。也就是说，可以自己和他人都可以有这样，让自己和他人都可以获得解脱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如果自己也在陷入这个轮回的痛苦之中，你是无法为别人指引出一个解脱之道的。格西波多瓦他说，他从来没有医治过一个不是具德的上师。他在一个具德的上师，就算是只在这个具德上师近前求一句法，我也会这样去精进的修持这一个法门，而并非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我们所谓的修法，并非说只是懂得法门，也不是说能够讲解这个法，不是说知道或者能讲就可以，一定要让这个法融入自己的自相续，这才叫修法。所谓的融入自己的自修法的真正含义，就是实践佛法。将佛法之中所讲的这些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之中，这才是真正的融入佛法。有的人现在这样想，现今有的人，他们总是口称说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自相续，然后他就跑到深山里去说他在修持佛法，然后他就会然后在山间修持3、4个月。然后就说自己我已经修了5、6个月，然后就以为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了。他们嘴上是怎么讲的呢？说一定要有修持佛法，如果不修持的话就，如果说一个牦牛，它不吃草的话，它怎么可能会有牛粪呢？就像说我们如果不吃饭的话，怎么会有大便呢？也就是也说一定要去修法。但是他们自己却又不去修，像这样的话，他们是真正没有融入自己的自相续。所以，所以既然你医治到一个具德的上师的话，你不可能不会升起信心。如果你没有升起信心的话，就是因为你没有舍弃此生，没有厌恶此生。如果你没有舍弃此生的话，那就算是具德上师，也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比方说，如果我们饭菜做得不好，我们可以去叫厨师，这样像世间的这些法有什么不圆满的，你就可以去叫别人，或者是有时候你要打官司，你就要去请一个律师。像如果你没有舍弃今生的话，那上师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比方说，因为上师的他的专业，他要做的事就是为了为他人指引这个解脱和获证佛果的这个道路。如果这个人不需要这样一个指引的话，那么上师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如果他不需要这个上师，他怎么能对这个具德的上师升起信心呢？听说据说以前有一个叫佐登，他是一个僧人，他杀了一个人，所以说他就被彭玉被赶出来了。有时候他去参捏这个格西坚阿瓦的时候，格西为他讲解这个因果，然后他就告诉他。修持这个佛法一定要依止一个具德的上师，然后他就想，这些上师他总是欺骗其他人，总是说谎话，他们而且还说的这么，然后据说在热镇市有个叫中的人，我一定要去拜见他那里，看我能不能对他升起信心呢？然后他来到热镇市的时候，然后他就碰到这个他就碰到这个中登巴大师，然后。他也碰到这个格西冈巴瓦，然后有一次格西冈巴瓦他在讲法的时候，他就在讲这个地狱的18层地狱的这个修，就像是在俱舍论之中所讲的这个地狱的地狱之境，就说是在以此18藏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无间地狱，就说他就想往这地下再去挖18藏的话，又有人谁去这样往地下挖18藏去看这样的呢？然后格西冈波瓦就说。格西冈波瓦听了以后，然后就对他升起非常大的悲心，也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突然就流下了眼泪，然后他就说，然后格西就没有回答他。然后格西嘎德有一个叫格西嘎德的就说这是全知佛所讲的，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而并非是说你一定要到地下18藏，也就是到地下18游巡的地方，去找这样一个地方，而是要相信佛陀全知的法，开示。所谓他就想，所谓的这个全知佛。然后后来有一个小沙弥，就问他，你对冈巴瓦有没有升起信心呢？然后这个僧人他就说，格西冈巴瓦真的是一个吹牛大王啊，他还假装的在我面前哭。他讲这么大的一个谎话，还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哭。像他这样假惺惺的，怎么可能欺骗得了我啊？他再怎么哭，也不可能欺骗得了我。
然后他就问这个小沙弥：“你对格西冈波瓦有没有信心呢？”然后那个小沙弥就说：“所谓的信心，我不知道什么叫信心，但是我进入佛门求受戒律，或者是修持佛法，或者是求受佛法，这些就各种这个菩萨的修法，还不如好好的睡一晚的觉更为舒服的。”就这样问他，我进入了佛门，我有求过法，我有求过戒律，还和一个我还和一个名字叫香俊宗梦的一个女的还睡过一晚的觉，这些求法还不如我累一晚更来得舒服呢。好像是这个小沙弥问这个叫 Jordan 的这个，就说是的大格西不能欺骗我的那个人。然后格西康巴听到这句话的话，他在10天之中都没有睡着觉，他就非常的伤心，一直都哭泣。可西波多瓦他说，如果我今晚就死去的话，我要干什么呢？就对这些而去思维，而并没有做明天、后天还做什么做这个，根本没有做这样的打算和计划。但是有的人就说格西波多瓦，你很差劲，你如果不对明后天这样做准备的话，你可能会饿死，你不会找到任何的食物，你可能会被饿死。像他们这就像这种人对我生气，他们可怜我，我也可怜着他们。所以如果不反观自心的话，就算你对这个战士的这个直观非常的纯熟，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比方平时辩经的时候，讲很多，总是成为在朝外的去辩论，所谓我们就要朝内去想，向自己辩论说自己是否无常之类的，这个看所有的，让自己了知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本性。
然后他就说，有很多人说我，比如说英文就是太过分了，也就是虽然你可以舍弃此生，但是你的这个也舍弃此生的方式也真的是太过头了，你不能这样。但是格西波多娃说，如果以我的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能这样的话，就我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就算自己还没有变穷，自己的这个身体就被鸟和秃鹫这些吃掉，这是我的愿望。如果这样的话，那正好满我的意。昨天我说，我们需要这个讨论，然后有一个提问和回答。我在想的话，如果在这个百段引导文之中，跟这个百段引导文有关的这种问题的话，如果可以在这方面提问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总是我在这里讲，就好像我自己很懂一样，这样讲给你就觉得有点奇怪。总之，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今天没有，明天请多准备一些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藏语该怎么讲？藏语叫，忘了，我不知道叫什么了。反正请准备3个麦克风放在这个大众中，今天就算了。然后希望可以，就即时这样提问和回答。然后我的问题是，在中观的时候。所讲的这个3世的这个行为，也三种中观的这个研究，所以我在中观的这个3个思维方式问一下大家，也就是说在达波嘎举的这个成就法语之中，有这样一个阶子。有这样一个阶子，然后如果你不去观察，不去思维，所谓的这个不去观察、不去思维，它的点在哪里呢？要怎样去不思维、不观察呢？如果是只是不观察、不思维这个词句，或者是不去观察、思维这个真实的实意，或者是稍微去这个思维，
所谓稍微的这个思维是要怎样去思维呢？比方说你用这个心识去思维去辨别的话，比方说你在中观之中所讲的这个，在空性的时候，需要是三种辨别，这三种辨别应该放在哪一处呢？然后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各种层次的这个真实地，这个真实地，世俗地和圣义地这两个在中观之中所讲的这个，在世俗地和圣义地之中的这个圣义地，它是有层次区分的这个圣义地，还是不是层次区分的这个圣义地？在这个主持教言之中，如果说你是在密邦仁波切所讲的教言之中，所谓的区别这个这个圣义地和不区别的这个圣义地，在世俗地和圣义地两个之中的这个圣义地，所谓的是否这个分开世俗地和圣义地这两个区别的之中的这个世俗地的最终它是这个圣义地的这个本性，然后它是应该放入这个真实的这个圣义地。然后在一和义之中，一和义之中的区分，在二谛之中是放入哪个圣义谛之中？还有一个是非常这个辨别。所谓的非常辨别，在中观的最终辨别之中，是你在辨别的时候有没有所辨别的这个心？现在也讲，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辨别之心呢？这些堪布和这些老师，请安住在本性之中，其他的就安在这个初定之中，看有没有这个辨别之心。请把几个麦克送到大众之中。如果没有麦克风的话，你们可以站起来。我并不是在故意刁难你们，只是在这样讨论一下。没有麦克风也可以，就直接回答。要传过去传过来，好麻烦。所谓的非常辨别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辨别的心？你在辨别，也就是说你在辨别中观见解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辨别中观见解的一个心？一个不辨别和稍微辨别和非常辨别这三种辨别。所以在非常辨别之中，这个的辨别之心，就在登地菩萨的是，他们在入定的时候，他们在入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辨别的心？有没有一个去思维这样的一个心？所谓这个辨别的心，它是否是否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念头和妄念？
也就是说，当登地菩萨在安住之中，他在产生这个非常辨别的时候，他有没有个辨别之心，或者是在辨别的时候，他有没有妄念？也就是说，他在安住的时候，必须安住在这个辨别三种辨别之中。所谓的非常辨别应该怎么讲？比方说，所谓的非常辨别，在中观的这个你在哪里访问？他说没有一个妄念。因为在非常辨别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这样的妄念。如果有这样一个妄念，他就会产生这个世俗谛。比方说，我们说无言离系，无言离系远离四边的这种一个见解，它是不是一个圣义谛呢？因为它是无言离系的这个，那它是不是妄念的所缘境呢？如果它不是妄念的这个所缘境，那它在安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念头呢？比方说，甚至在安住的时候，在入定的时候，辩经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入定之中有没有空性呢？在圣者安住入定的时候，他并非会执着空性为有，也不执着空性为无，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执着。但是真实所讲的话，他具足这个空性。我并没有说自空和他空，然后我说这个在主持教言之中，在圣者安住的这个境界之中，所安住的和能见和所见，它是融为一体的，它也远离八边，也就是在这个状态是无言离系的这个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圣义谛。然后在这样一个圣义谛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一个他已经证得这个圣义谛的这个心态呢？他会不会有在安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只有等到他后得出定的时候，他才会知道这个是远离八边，他才会解释这个，他在安住的时候是远离八边的这样一个状态。比方说，在第8是密觉多阶，他在中观，教言之中，所谓的稍微辨别之中，他说，稍微辨别之中有这个非常辨别的一个状态。所谓的非常辨别，它是极深入的一个辨别，因为并非是他有一个辨别的之心，而是因为他稍微的这个辨别非常辨别，它是圆满完全的辨别，因为他在他在安住的时候，他只是安立了这样一个状态，而并非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辨别的之心。因为他在真实现见的，只能放一个，在安住的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实的现见心识，所以一定要视为是这个智慧的。比方说有一个真正的中观和相似的中观，真正的中观是这个圣者的入定状态，所谓的相似状态就是圣者的这个出定的时候。
因此，所谓呢真实的这个中观，我们所谓的这个圣义地，是否应该把它视为是这个圣者安住的这个状态呢？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圣者在安住的时候的这个境界之中，这个世俗地它是有或者无呢？在稍微辨别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个心识所现见的这个空性，在我们本宗或者是这个祖师的这个教言之中是怎样的呢？所谓的这个状态，它是无还是有呢？是无。有什么理由呢？因为它。并非是执着为有，执着为有的一个有边和执着为无的一个无边，要安住，要安立一个这样一个状态。比方说，在圣者的安住的入定之中，他在执着有的时候，因为圣者在入定的时候，他没有执着。如果他执着，他就落入了有边或者无边。如果在安住的时候，他如果执着于，比方说物质一个宝瓶的话，那他有没有落入执着有边呢？因为他执着这个。他没有对宝瓶执着为实有，所以他不会落入这个有边。因此呢，在稍微辨别之中，所谓的稍微辨别就是密居多杰他在这个百段引导文之中就说，我们就算如没有一个如我们所见的这个一个真实的一个，没有一个如我们所见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又可以看现见。比方说一个宝瓶，它是因为各种因缘和合，所以我们才会看见这个瓶子。但是，像我们所见到的这个瓶子，它瓶子本身没有这样一个实有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否定词。所以像刚才所讲的这个圣义地的这个区分，有在世俗地和。我们所讲的一切程序，在密邦仁波切他在所有结合程序的这个圣义地和远离这个程序的这个圣义地，远离程序的圣义地，或者是无缘离系的这个圣义地，是上师无法示语弟子无法了知的，以这种一个圣义地去区分的话，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世俗地又是什么呢？就像圣者在安住的入定的时候，是他这本身的一个他所在安住入定的时候所现见的这个空性，是否就要安立在这个状态之上呢？比方说，或者是你在用心识用心识去现见的这个空性是怎样的？今天我只是这样稍微的讲一下，有的人今晚回去想一想，然后明天我们在这上面再做讨论，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